今年因為這雨水呢是加較少，在高雄美濃的第4公墓，昨昏敢若是因為這民眾清明背墓燒金紙，傳出火燒山以外，這火勢呢是拖去到山頂，面積有2公頃。消防局派出10百人甲直升機透眉拍火，一直到今仔日早起才總算把這火勢控制好掉。另外，這嘛是美濃這半個月以來第2擺的火燒山意外。306熱水線的壓力已經開到最大了。墓仔埔內底4個攏是煙甲火，消防人員水線有力開甲真崩，也是拍袂赴火勢傳開的速度。高雄美濃第4公墓2到中晝傳出火燒意外，因為天氣乾燥，附近攏是樹啊草啊，風一透，規個火勢隨傳去佇山頂。消防局出動10百人，高雄空勤總隊申請直升機來到拍火。到暗時10點外，規粒山頭攏也紅記記。消防局透眉拍火，毋但驚火燒山愈燒愈快，嘛驚火勢會傳去山腳人家厝。因為30早起，山頂也閣有所在咧慶煙，空勤總隊也再次出動，對美濃湖載水去山頂拍火。消防局表示，火燒的面積大約有2公頃，經過因透眉搶救，到早起10點，火勢已經得到控制。2機自飛了26架次哦，那現場同時林保署的人員已經到現場協助我們一個救災。那目前的火勢剩下1處而已。根據消防局統計，去年1月到3月有92件草瓦火燒的通報，今年竟然增加301件，其中有39件是佇墓仔埔。3月中，美濃才發生山林大火，即擺閣敢若因為民眾背墓燒金紙造成火燒山。當地里長呼籲，天氣乾燥，民眾清明背墓一定要注意用火。每年都在宣導，還是一樣。去年沒有燒，今年我們南部也你也知道，雨勢比較少嘛，就容易火燒山啊。毋但美濃屏東9日2到暗時嘛傳出火燒意外，消防局表示，今年雨水少，4個靠旱狀況特別嚴重，佮加上清明要到啊，民眾背墓拜拜一定愛記得甲火拍掛才離開，毋通因為一時的無注意造成大災害。記者柯家族、邱朝陽、高雄報道。